也是好新闻，好心的新闻。二大病院院长杜元坤每个月拢到澎湖义诊，而且把这30年来的薪水的一半，大约是1亿，捐出去做公益。去年伊来破病，22公斤，感受到人生的无常，遗属写好了，财产无爱留给子孙啊。讲等伊过身后，要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来寄付出去做公益。 看诊正听诊，逐个月拢有去澎湖义诊。这位是二大病院院长杜元坤，出名的顾客权威，那医术真好，做善事嘛袂输人。我的意思是第一点，1毛钱都不给我儿子。 出席一场无款的记者会时，伊讲遗言书早就写好啊，财产袂留给子孙，拢总回报给社会。会有这款想法的原因，是因为去年又破病。2016年的时，伊外形看起来还真勇健，不过即马规人瘦到快，因为破病时体会到人生无常。我们人只有在 身体不太好的时候，你会静下来想，因为平常我都很忙啊。杜元坤互人更较钦佩代志是，做医生30年来时间，逐个月拢会提出一半的薪水捐做公益。到目前为止，捐款的金额已经超过新台票1亿。真正的奉献是把你自己所有的各一部分给别人。这句话从我大学时代就放在我的心里。其实杜元坤一开始捐一半的薪水，之所以每个月会到澎湖跳岛义诊，是因为10块阿嬷的客饭。 他说：“我若无剩伊，我码头遐工人要食啥？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就是石原南嘛。当初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。一年365天，这时间差不多拢用伫病人的身上，薪水的所得对伊来讲一半都够用啊。即马更加宣布讲，后盖所有财产拢要奉献给社会，作为这款的医生，会感觉更较有价值。